講到舞台效果，其實不外乎台、燈、聲、畫呢四大元素。我哋就係靠呢幾樣嘢，將創作者天馬行空嘅諗法，一一喺舞台上面呈現出嚟。雖然我哋唔係 spotlight 下面嘅主角，但我哋嘅工作對整個製作演出係非常重要。大家好，我係 Chester， 係西九表演藝術其中一位總劇場技師。西九表演藝術旗下有3個場地，有戲曲中心、自由空間，同埋我哋而家興建緊嘅西九演藝中心。我哋 team 裏面嘅同事都嚟自五湖四海，大家嘅背景都好唔一樣，但係大家都好中意喺呢個舞台上面做嘢。好似我咁，我主修心理學，中途做過 part time 嘅成長教練，發覺自己好中意喺高空工作嘅感覺。之後機緣巧合之下，入咗行做呢個舞台技術員，到而家慢慢學，慢慢做到而家呢個位。而家我係一個好有默契，同事會互相補位嘅團隊裏面做嘢。公司定期會有培訓，我哋有注重舞台安全，所以我哋學到嘅嘢機會係比較多㗎。我覺得讀咩都唔重要，最重要係對舞台、對表演藝術有興趣。因為我哋呢行是星期6日都要返工，大時大節半夜都有時要返。有興趣返工就會開心，做到嘅就會有滿足感。無論喺舞台上面邊個崗位，你都冇可能一個人完成晒全部嘢，所以團隊合作係最為重要嘅。喺西九，我除咗一路見證團隊嘅成長之外，將來仲有機會喺全新世界級嘅場地西九演藝中心工作。佢相比起戲曲中心同埋自由空間2個地方加埋，更加大、更加高、更加闊。呢啲經驗真係好難得，好令人期待。我相信西九仲有好多可能性，等待我哋一齊去發掘。